击退是官吏。作者袁杰，色水丰太平，山林20年，专员在天河，东福东门前，井水有上奇，日暗有得眠。不见则色变，数岁清中间。今来点书君，山移有分言。行孝即不道，人民相可怜。是以行人境，此舟独见船。此神将亡命，岂不如接焉？令彼定良者，别自如虎间。虽能绝人命，以作施世贤。殊欲为父节，因干自弃贤。将家就如灭，归诺江湖边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。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